头汗如雨下，为了8月远征美国参加世界杯青少棒赛，桃园新民国中棒球队没有暑假。太慢了哦，我的动作早一点，来下一个，下一个，哎，那个接着快一点啊，接着。手背要稳，打击要好。教练黄伟志盯着子弟兵，12个选手一个都不能松懈。所谓这个比赛就是说 ，LLB 的比赛是全部的小朋友，只要你报名，全部都要下场。没有板凳，人人都可能是 MVP。教练不断强化小球员的心理素质。去年重庆国中替台湾拿冠军，今年换他们为国争光，而要对上的是高头大马的美洲队。我们赢在哪里？我们的扎实度，然后基本的那个基本功。体型条件不如人，拼劲会给你带来机会，意志力和球技都靠不断练习。你自己觉得你现阶段还想要赶快再进步的是什么？手背跟打击啊。那就全部啦，手背跟打击就是全部啊。所以在这最后集训的关键时刻，死跟拉某时间够用吗？我妈给啦，不太够。所以这主力投手也觉得他们必须要再抓点时间，对不对？为了一个热血沸腾的目标，共同努力，朝着世界杯冠军之路挺进。这是小朋友一辈子的回忆。你要在哪时候再当国手，不一定的，对啊。所以当下，你有这个机会，当然希望说把它做到最好的，不要有什么遗憾。现在的努力是为了得到光荣，但是在棒球场上磨出的勇气、毅力和拼搏精神，相信会是这群孩子未来人生路上的重要资产。斯根拉莫，莫马格拉，斯根拉莫，莫马格拉。